王心凌最近刚忙完新专辑的宣传工作，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。心凌日前受邀前往巴黎看秀，这是她继16年前在巴黎拍摄偶像剧《天国的嫁衣》之后，再度踏上巴黎。这次应时尚品牌 Mashima 邀请前往巴黎看秀，王心凌以一袭绿色多层次小外套搭配俏丽短裤外罩同色薄纱出席，美腿若隐若现。头发随心的绑成2条辫子，营造出轻松却又有型的时尚态度。王心凌在演艺生涯16周年的纪念日当天，宣布了以新专辑名称命名的新巡演王心凌 Cindy Loves 2 Sin 爱心凌2019巡回演唱会正式启动。出国前才正在不断开会，刚好借着这次的时尚看秀经验，让自己增添灵感。他随时随地为表演搜集资讯的热情，就是期望让歌迷在演唱会上看到不一样的表现。新专辑年前释出5首好歌，每一首都受到好评不断，登上各大排行榜，也成为台湾2018年度销售的女冠。即将启动的2019巡演，正好在脑力激荡阶段。他私下透露，目前最苦恼的就是2个半小时的演出，要将各时期不同的好歌放入，需要好好的练一下断舍离的功夫。更由于这次新巡演加入了新专辑的好歌，歌曲数量爆棚，在挑选歌曲上让他难以决定，左右为难。新巡演除了最让人期待的经典情歌回忆杀部分，王心凌招牌甜蜜舞曲打造的甜蜜杀更是让歌迷最期待的演出。他还故作神秘地表示，这一次伴随着新专辑推出，许多歌迷不断敲碗要 MV， 虽然无法满足每一位歌迷的需求，但他想要大胆地尝试让歌迷在演唱会上将新专辑10首好歌都可以听到，但又为了避免有些人对新歌不熟悉，所以会用各种特别的方法呈现新歌，势必让歌迷惊喜连连。